这个的头，那个 USB 的头是他付的吗？原厂的。原厂的。这边我有试过了，之前我就把所有的拔掉，我等下开始骑我就把充电的拔掉。那迄个师傅的人请咱三个来记得，你手啊无注意，时间就叫多。我妈妈。在里面，你要考试唔得叫包落去。今天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今天的安息日的早晨，再次进入到你面前。今天是在将节的第一个主日，主要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预备接在你的时间，主要帮助我们在今天我们的所有的服事都能够成为彼此的祝福，让我们的所有的准备都是合乎你的心意，让今天来带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带着满满的祝福跟力量，我们将今天的礼拜都在你面前，就你亲自施恩祝福，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求。阿门。你都走那么准，以前都没有。你知道怎么走？如果你这个太贵了，到底都不能走。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大港节的第一个主日。大港节是一段听候、敬请、有备的时间，互咱来纪念主耶稣基督头一摆降生伫世间，嘛提醒咱用谦卑的心听候伊再临的日子。愿上帝的真光带领咱头前的敬拜，愿伊的平安甲安慰临到咱每一个人。即时咱要请李长老娘甲民宪执事来为咱点第一条的蜡烛。
恁着学老摇花，着唱新的歌学老摇花。伫圣的百姓的会中学老伊，愿以色列因为做伊的主来欢喜，愿锡安的百姓因为伊的王来快乐。即时咱要请敬拜团带咱来学老。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方便的话，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来赞美。我们要来赞美耶和华，要因着他的大能、他的荣耀、他的慈爱来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穹苍赞美他，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要因着他
来敬拜，再用这首诗歌来默想主耶稣的救赎。当我们深感无助、绝望的时候，感谢神，他的慈爱是穿越黑暗、永远长存的。神的怜悯与十字架上的牺牲，掀开了隔绝我们与神之间的幕。我们一起宣告：耶稣基督已破碎所有的枷锁，战胜了死亡。带着这份得胜的确信与感恩的心来敬拜。多大的裂缝在你我之间，多高的山崖无法攀爬，在绝望之中，我抬头仰望，宣告你名如黑夜里，穿越黑暗中，你用纯慈爱掀开这眼我灵的幕，恩典已成就，结局已写下，主耶稣我的盼望。谁能够设想这伟大怜悯？谁能够领略无限恩典？永恒的君王舍弃了荣耀，穿戴我罪，承受羞辱。十架已诉说，我已被赦免，万王之王称我属他，荣美的救主，我永属于你，主耶稣我的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他释放我心，哈利路亚，死亡失去了权柄，你破碎所有枷锁，救赎就在你命中，主耶稣我的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他释放我心，哈利路亚，死亡失去了权柄，你破碎所有枷锁，救赎就在你命中，主耶稣我的盼望。那日早晨，风靡了应许，你被葬身体有了气息，在沉静之中咆哮的狮子，宣告坟墓不再辖制我。到那日早晨，风靡了应许，你被葬身体有了气息，在沉寂之中咆哮的狮子，宣告坟墓不再辖制我。耶
是咱要用信息头前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录音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边，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信道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即时请咱三角来交读启示文，启示文第31篇。我来客，请大家来引。迄个捌受痛苦的地，无搁再徛伫黑暗。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添无穷尽，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担到永远。即是请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今仔日透早，你搁互阮一摆来聚集伫你的圣殿，我要用心识甲心灵来敬拜你。主啊，今仔日是大港节的第一个主日，阮特别纪念你所赐的救恩，嘛求你互阮准备阮的心，敬请等候主耶稣再临的日子。天父啊，伫即段充满盼望的季节，求你教示阮，毋但会记得你头一遍降生所带来的平安、喜乐甲真光，嘛互阮存着敬畏、敬请的心，愿阮的性命得到更新，愿阮的心因为你的应允有充满盼望。主啊，阮承认阮伫咧生活中常常软弱、迷失、受烦恼、压力的困扰。求你即时用你的圣灵来洁净阮的心思意念，互阮用清气的心、正直的灵来敬拜你。嘛求你互阮伫大港节即个期间合适、安静、听候、反省，互阮的性命会当为着你来陪伴。主啊，我嘛为着身躯软弱、心中有忧伤，也是面对困难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你安慰的灵来安慰忧伤的人，你的医治临到生看病的人，你的力量临到软弱的人，互阮互相扶持，会当成做彼此的祝福。圣灵啊，即时求你伫阮的中间运行，开阮的目睭，互阮看见你真光照阮的人生，开阮的耳孔，互阮听到你的提醒甲安慰，嘛开阮的心。互阮领受你话语的力量，阮即时要将蔡长老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用你的恩临到伊，互伊所传讲的道理会当带着力量、真理甲盼望，互阮伫大港节的中间，搁较深会当体会到你的救赎，嘛活出你欢喜的生命。当我要将今仔日的礼拜完全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接纳阮的懊恼、阮的祈祷，甲阮的敬拜。愿你的名伫阮的中间得到荣光。愿你的旨意伫阮的教会成就。阮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即时咱要请社青团契来为咱献诗。今仔日要献的诗是每一天。
在我困难危急，让我全心信靠你应许，让我享受你安慰的甜蜜，教导我你神圣的言语，帮助我当困苦艰难来临，牵着我就像慈父的手，每一天每一刻飞逝无影，带我走进应许地。谢谢社青团契的献诗。这是咱要来恭受上帝的话。今仔日咱要来看的这段圣经是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的第3节到第9节。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3节安尼讲：愿恁对咱的天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得到稳定平安。我常常替恁感谢我的上帝。是为着上帝的恩典，伫耶稣基督捌赏赐恁的，因为恁踮伫伊逐项代志富足、口才、知识，无准备招备，亲像基督的干净，得到坚固伫恁的中间，致到恁伫遮的恩典无一项无够耶，来听候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恁也要坚固恁到落尾，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日无通嫌。上帝是信实，伊对你受调，来到伊的囝，咱的主耶稣基督结连。即是咱要请蔡长老来正道。今仔日的题目是盼望的烛光，咱请蔡长老。你要这平安，请甲顺便继续讲平安。真欢喜，咱今日到伫这个所在时，非常欢喜吼。我嘛久久咧仰望咱的陆执事甲陆执事娘，因住伫北投一个真豪华的别庄的所在吼，风景足水的。吼后壁我是讲后壁风景足水啊，毋是讲恁兜呢。今日看到伊来时，我心足欢喜的。咱个三甲伫遮咧团圆，迄一个真水的见证。我伫遮今日有收到一个李香杰妈妈。领洗礼伫泸州教会。当时我家己用我的意思咧想讲，李香杰哥哥，伊开300-400万，看会当呼吸袂咱迫切为着祈祷。啊，若迫切这祈祷有正，伊的厝邻的人全家伙，李香杰想的是看会当领全家伙来信主无？结果李香杰传讲，伊哥哥已经走了。那一刻，说真的，我有一点心理上难过。上帝呀，你没有听我们祷告吗？最后我想到说，上帝为什么要听你祷告？他的旨意是什么？你有伫伊的旨意下面来做祈祷，还是用你家己的意思、你自己的意念在祷告？那这个事情经过了好久，经过了好几个月，突然听到他的朋友引导他妈妈到泸州教会，这个影像给我是受洗。会看到我今天早上一直觉得说，感谢主，感谢主，因为对我来讲有一个负担很大。我一直上个礼拜一直讲说，启示录告诉我们有144000个人得救，在第7章跟第14章里面，144000人呢。好少哦，是象征性的还是怎么样？但是不管怎么样，上帝啊，拜托一下，我每天祷告，慢慢扩大帮我们中心教会留下来。
其他的人我很自私的讲，最起码每个人都是在14万4千个人得救里面，阿们。我一直强调说，我们末世到了没有？快到了。今天我们有看到，一对俊男美女，两个牵着手走进来，那个美女叫做小姑娘。你们看到一个很美丽的、漂亮的美女，那个就是小姑娘。她牵着一个帅哥这样走进来，这个传承啊。你丢了你看到没？即使安尼行入来，点上我们第一根蜡烛，盼望的蜡烛。我们人生要有盼望啊！如果没有盼望的话，你会觉得你像行尸走肉，活死人。人也无愿望吼，你就感觉我活来要创爱。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盼望我们的小孩长大，那盼望我们的小孩子成家立业，盼望我们的小孩子以后之后有下一代，再下一代，上帝的怜悯都在他们身上。可是你的盼望不见得都能够得成哦。可是我们还是盼望，人有盼望才有那个力量。圣诞节，那特别圣诞节到的时阵，咱讲说哇，圣诞节到的时阵，咱就要迎起圣诞节，咱点着第一支的蜡条，这是愿望的蜡条，是盼望的蜡烛。我们要盼望啊！4个节日里面，我们不管是盼望，不管是预备、希望、期待、等待，不管是宣布喜乐，最后是主的仁爱。圣诞节到了，可是最主要是代价。你们的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期待的是什么？主耶稣的代价不但是我们圣诞节除了演耶稣剧、耶稣诞生之外，耶稣诞生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现在对我来讲，我都觉得很重要。耶稣在临的期待，代价，等待耶稣在临呢。代价不是说，这已经是过去2000年的事情，2000年当前的代志。耶稣为着咱出世，过来受死，定是未过。耶稣洗清，用宝血洗清咱的罪。耶稣已经来啊！耶稣真的来了。可是更重要是什么？你有没有等待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准备好了没有？你有来，你有准备好势无？耶稣过来，你有准备好势无？所以对我来讲变成一个负担呢。我心理上有时候会紧张呢。这个紧张是我们有没有办法让中间教育每个会有一个都不能少，既然都没在救，我们全部能够得救。那有一天我们在天堂我们组团契嘛，叫做中兴团契，每个见面就像我今年的3个嘛，我单长娘、地长老娘嘛，我头拄就问国语长老讲。特别你入来你妈妈无对你入来，拢感觉傻逼死呢好像缺少什么。伊讲有啦，我妈妈拢有咧做礼拜啦，所以咱做礼拜，单长老娘拢有咧做礼拜，地长老里面烦恼，单长老娘拢有咧做礼拜。所以我们盼望的，我们点上第一支蜡烛，盼望的烛光，他都让已经听过台语，我们现在来听一次华语，好不好？林多前书1章3到9节，愿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赐恩典平安给你们。在基督里的福泽，我常常替你们感谢我的上帝，因为他借着基督耶稣赐恩典给你们，使你们在基督里样样富足，具备充分的知识和口才。有关基督的见证已经建立在你们当中，以致你们在等待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没有缺少任何一样的恩赐。主必定始终帮助你们，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无可指责。上帝是信实的，他呼召你们，使你们跟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了团契。谢谢阿们。我们今天代向节很重要的是盼望，那这一个盼望，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临的时候，我们有份跟他同在一起，我们有份被提到天空，跟他一起审判死人与活人，我们有份跟他一起在代降节的时候得到他的恩典。所以在代降节之前，咱咧等待的时阵，做互咱有富足，使互咱各种的恩典，互咱有口才，互咱有财物。可相对的，迄是叫咱准备啦，
准备这口才灾万，富足云顶，要有人创爱传主福音。等来主过来，主再临，主过来的时阵，咱是无险啊！互咱一个真正是完全无险，不会让人家觉得讨厌，不会让人觉得说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所以很重要，代降节给我们是什么？等待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等待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等待咱主耶稣基督搁再来，搁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阵，咱有分啊！伫生命册内面有咱的名，生命册显起来，哦，郑泽文啊，因阿兄叫做郑博文，吼，哎有显出来有名啊！若显出来做一曝光，太无我的名。上帝啊，是咧啊，无个你给我换命啊，我倒来，我绝对足努力认真拍拼。来不及了啦，来不及啊，来不及啦！随时准备好。代降节是什么？怀念他曾经降临啦。所以说降临告诉我们，他降临带给我们希望，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那个盼望他再临呢。那个盼望是给我们很大的希望，让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我们的盼望能够得着主的救赎。那个盼望是很重要的，所以主耶稣再临的时候，那是以马内利。什么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其实我们看旧约的圣经里面都在讲以马内利，都在讲弥赛亚。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翻译成那个希腊文，他们共用的语言亚兰文里面叫做耶稣。为什么我们叫称 Jesus？ 因为希伯来文跟 Jesus 音很像，所以那个弥赛亚已经降临在整个的旧约里面。如果你从耶稣的身上，他四福音书里面所看到，说这个就是旧约嘛，旧约里面所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可是有的人还是不相信呐，但有的人还在等待啊。其实他不晓得，他们要等待的是主再临，主第二次的降临。主再临的时候，给我们是什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给我们传了很多天国的奥秘啊，让我们知道。最后，他在定十字架的救赎，更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们天国的奥秘完之后，3年的传道，然后十字架的救赎，那种跟神再合，我们跟上帝三到做伙啊。咱大家上帝既然是足水的，既咱看到是安怎，咱点哪条的时阵是李长两件明显就是啊，这种传承啊，教会内面咱这老，唔是讲恁无重要吼，大家拢足重要。总是咱的老兄弟、老姊妹是咱教会一定要珍惜的。一个教会没有珍惜我们的这些资深老弟兄、老姐妹，我以外哈，真的是教会最重要珍惜是我们的老弟兄、老姐妹。你想想看，他们从年轻为这个教会里面建立这个教会，让我们可以享受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礼拜，真的是这些老弟兄、老姐妹帮我们建立一间教会。建立一间圣殿，让我们可以做礼拜。然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讲个7句话里面，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成啦！他的救赎已经成啊！上帝最后一句，父啊，成了！上帝救赎的工作完成哦，再来就看我们了哦。看你要不要接受？你要接受不？你接受主耶稣因信你得以称义，问题是你不接受啊！白白得的恩典，你有珍惜无？哎呦，我都知来做礼拜，都阮老母叫我来，阮老爸叫逼我来啊，我无来都袂使，那叫做应酬。不要来应酬嘛，真的是来这里是让我们准备得救，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再的要期盼他再临来，神已经跟我们同在了。但是我们仍然看不清楚啊，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怀疑神真的有跟我们同在吗？看无嘛吼，信息刚好给你三个智慧，我们希望圣灵充满在我们中间，抚慰我们身心灵。信心哦，那个人都在书早上就跟咱讲，如今咱对镜咧看，无明啦。古早咱嘛是用铜镜吼，啊，切落金吼，像咱即阵有当时啊吼，若无早镜拢摕即个手机，啊手机吼有伊个好处，看面无有啊。啊，但是足清楚的，当然咱即个镜当做足清楚的啦吼。以前的镜手机看起来无明，有迄个影，但是无迄个明。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救赎，我们为什么要查经？
各位有没有觉得圣经66节我都很熟？咱今日就讲，逐日咧看圣经，因太太莫甲笑讲哦，到浴室哦，咱莫讲到会所到浴室嘛，摕圣经。但是相对的，66节你真的认得透吗？不可能。可是相对的，我们要不要？当然要，因为你念得越多，你会越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奥秘，成了救赎的工作成了。所以在基督的里面，恩典会赐给你富足、知识、口才，赐给你富足。所以我们刚才所念的经节里面说，在这个恩惠的平安里面，主耶稣因为借着主耶稣让你得到富足，你有口才跟知识。咱的心里本跟咱讲啥？愿我们的父上帝主耶稣基督赐恩典平安给你们。我常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因为他借着基督耶稣赐恩典给你们，使你们在基督里样样富足，具备充分的知识跟口才。奇怪，我得救就好，为什么要赐给我恩赐跟口才？赐给我富足，我可以接受了哈。因为我们想富足，想说很有钱嘛，赐给我很有钱，我可以接受。我不必知识跟口才嘛，我就是来做礼拜啊，我也不太敢邀请我的亲戚朋友邀请他来做礼拜，我都觉得很忐忑。今天为什么第一支蜡烛是李长牛点的？李长牛连在计程车都在讲传道，连在计程车都招来教会。这个就是信徒的榜样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所以说，基督升天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你要传福音到地极。那怎么传福音？在教会里面传啊，大家要走出去传呢。要传福音，口才，还有什么行为啊？所以相对的，我们要有恩典是平安之源啊。所以我们一开始就会，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对不对？那是恩典之源，可是平安是恩典之果。你有恩典，你就有平安，这是因果，有因有果，有缘有果。所以相对的，主在临之前要借着恩赐、富足、知识、口才。为什么？主就在临就在临啊！我就信主耶稣就好啊。我们每个礼拜来做礼拜，那我们就得救了。没有，他赐给我们富足。他是给我们知识，他是给我们口才。为什么？既然是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你说不是啦？是你对你来甲招我来教会啦，你对来甲招嘛是神拣选的，明姐对不对？阿门啊！神拣选，然后差遣他的使者来跟你传福音。那传福音以后，你要一代传一代，然后你找你的家人，找你的亲友，这样一代过来，这都是神所拣选的。就像刚才我所讲的，我真的是，这是做梦也会偷笑。丽香姐的妈妈85岁来受洗，我做梦都偷笑，好美哦！你说我为什么不来中心教会受洗，去流作教会？那他都要书手先跟他讲，共同的教会，每个教会只要奉主耶稣的名所设立，所传的是主的福音，阿们，都是主的教会，我都认同。但前提是什么？希望你真的是认同主，而不是说我们最怕是这个人在生病的时候也刚靠一尊，然后我们还没有得救，也无决志，也无领洗礼，也无决志，然后就走了。那我就不敢讲一句话，他到底得救了没有？问题他没有得救嘞，那是他的责任还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吧。所以我们如果传福音给他，他不接受，那是他的事情。可是我们连传福音都没有，那是我们的事情。所以他所说的恩赐有什么？叫你富足啊，神赐给你富足，当然很好啊。这富足是什么？不单指物质。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吼，咱讲啊，咱信基督教哦，唔当想要赚钱。你们听过没有？很多牧师这样讲。我说圣经哪一句话这样讲？我讲我每一句话，我在信仰委员会里面，我经常，他每次讲了一大堆，7个牧师，7个神学院教授，每次讲完我都会做结论，我就问他们，刚才讲的哪一句话，圣经是在哪里有？那都照自己的意思在想代志啊？为什么圣经里面写的那么清楚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做呢？先跟队伍讲，
啊，之后因遐话就笑，啊，无确定了你讲安怎？我就讲，啊，那好啦，无照安尼。圣经怎样教导我们怎么做嘛？为什么都用人为的思想？我们成立一个宪评委员会，然后就说，哎，以后我们讲话都要小心，都不能开玩笑，一开玩笑的话，你就去警察局报案。圣经这样讲吗？圣经就说，如果你跟兄弟有嫌隙的话，要什么？想办法去跟他相和。如果他听得进去就好，如果听不进去，就找长老来就跟他讲。如果他这个人完全硬心、硬着心不听你的话，那你就把他当作外邦人。圣经没有叫我们说，哎，人稍微怎么样的话，赶快去报案，让警察来处理。圣经没有鼓励我们诉讼，甚至我们看到那个寡妇一天到晚唠唠叨叨。去找审判官，审判官本来不理他，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有恒心，要有耐心，结果审判官去接受了。圣经不鼓励我们诉讼，鼓励我们和平和睦相处，才叫做团契。圣经没有鼓励我们上打去，所以圣经讲的是什么？要有团契，但是不要结党。结党跟团契不一样哎，党我们都知道嘛吼。党是上黑、上黑、上黑叫做党嘛，上黑就是党啊，你去看他的字。所以相对的，圣经给我们物质是什么？这物质是耶和华所给人的富足，是没有加上愁惶的哦。而且更重要的是，敬虔加上知足，那就大利路，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相对的，我们有知识，这是一个内在，那种栽培，我们要充实自己。特别读圣经，我感觉读圣经吼，会有一个人加足学问的呢。我们说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嘛，对不对？其实哦，你不必读书哦。另外的角度，如果你一直读圣经哦，你会发现人整个会变。你在读圣经，人整个会变。我现在不止诗篇23篇，到最后一讲，我会到那个年终的最后一讲，我会跟各位讲诗篇。会提到诗篇23篇之后，明年会把诗篇23篇特别跟各位提，因为从小我妈妈就抱着我们，要上课之前、要睡觉以前，一定要背诗篇23篇。我们都背得滚瓜烂熟了，可是我妈妈就是要叫我们再背一次。然后等越来越大，越长越大，越来越老了哈，不是越大。突然发觉到诗篇23篇，我越背越慢，一句一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就停下来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有时候你会不自觉的眼泪就流下来。耶和华真的是你的牧者吗？你的牧者不是自己吗？你很行吗？你好厉害哦，你工作能力很强哦，真的吗？耶和华是你的牧者吗？你有顺服吗？羊要顺服牧者，哎，你有吗？所以相对的口才，我们很多人就觉得，哦，这个口才很好。可是有口才，如果内在没有知识的话，口才是虚的，哎。所以我们经常知道说，圣灵给我们很多的恩赐，而且是随意分给个人的。甚至有口才，你没有知识的话，那相对的没有益处，哎。有时候更有害。哦，就好恭维。如果各位有空的话，去看以前有某教授，现在那个某教授已经不在了。他一个叫做某某罗盘，哇，你听他讲话2个小时，你不会累哦。我觉得他比我讲得好多了，哦，讲得很有道理哦，口才非常的好哦，说因果轮回。等到你讲完之后，2个小时你不会累，觉得讲得好好听哦。然后突然静下来，你回想一下，他刚才讲的是讲什么？你会发觉到说，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反正你在讲的时候都很好听啊。以前有一人叫做狄格良啊，尾啊葬在我们基隆。我在当院长的时候，他就葬在基隆那里。狄格良啊，做歌秀、歌厅秀，我你感觉足趣味的嘛？哦，你感觉伊讲话还是有够趣味。可是你把它回想看看，伊讲的话吼，是不是咧吼？真正无内容呢。迄真正是拢黑白讲啊，但是吼，趣味啦、娱乐。我们教会是要这样吗？以后才你讲到要讲的那个比较趣味一点哦，哇，大家安尼嘻嘻哈哈，每天来做礼拜，然后唱歌，大家嘻嘻哈唱歌跳舞哦，做完礼拜身心灵得到疏散。
那这样的话，请你来跟我买演唱会的票。韩国女团要来了，Twins 要来了，听他们演唱会，你更会得到欢喜。然后呢，就在娱乐的后面就是非常的空虚。所以，我们相对的圣灵的运行啊，是随着己意耶。他拣选你，认为你是上帝所喜欢的，他给你很多的恩赐。给很多的才能，你说不会吧？我都不会，我不会唱歌，我连讲话都不会讲，今天怎么叫我来诗会？等你站上讲台有你发觉到，我怎么有力量可以诗会？我怎么力量可以讲道？圣灵的恩赐随己意，但是你说那这样我就靠圣灵，我们自己也要去充实啊！莫甲你读圣经，当装备甲你装备好势，就圣神就充满在你的心中嘛，它就充满在你的身上。你就得着能力，所以保罗先生什么？我们要切慕那属灵的恩赐。既然恩赐，你讲我咱咧穿圣神专属的武装啊，比如说书6章18节内面哇，除了这以外，上重要是安怎？你要真正了解圣经啊。上帝意思是安怎？咱来知为什么要基督内底恩典啊？我们是为着基督，为着要做见证啊。咱伫基督内底为着要见证，为着要传福音，所以咱用文书啊。传福音文书毋是讲我口才足好，我一直讲你也无信仰所，你会安怎拄安怎？我有你咧信仰所，你会紧信仰所，无你会安怎拄安怎？你会落地经，你会落。好，迄个我听了有够烦，讲这本来就想要去信，互你听一个吼。我细汉时拢去读主日学，我小时候是练主日学，对不对？你一天唠，不去了啦。我觉得安慰病人最重要是什么？你是安怎咧艰苦啦？以前甲你讲安怎啦？我来讲你听哦，你的艰苦就是安怎，平时拢无咧运动啦。我来讲啦，你拢食伤酒，食咧安尼无好啦。你得足烦的。我今仔日咱拄在倒咧都有够艰苦啊！敢听你拄咧念哦，你艰苦哦，我来讲你听，我是足诚意甲你讲啦。好，阮厝边隔壁嘛一个安尼啊，迄个我送哦，就是定定药咧酸啦，迄就是吼，弄我甲你报一味药啊，互你好，你药迄个可能是讲，你会当较紧走袂？你会当较紧走袂？像阮后生点变，迄个车祸时阵，甲我讲爸爸，伊若来莫甲我祈祷啊，好无？我已经祈祷11遍啊，我对头到尾拢念11遍啊，我规日内面拢咧讲我是安怎车祸。其实一个老牧师哦，他去探访会友，每个会友都会掉眼泪。那老牧师每次探访会友，就会把他手握着，替你祷告。他在心理上，那会有每次握到差不多1-2分钟以后，他的见证里面都是会有眼泪就开始掉下来。他说：“你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不是医生。可是我相信，上帝会透过医生的手来医治你。”跟他梦。他几乎每次探访每个会友都觉得说，牧师来探访我以后，我觉得好温暖哦。我们以为说，我们凭着我们的口才，我们要经常学习，有很多的书籍告诉我们怎么传福音，怎么引人来教会。其实说真的，我年轻看了很多。我们家有一个书房很大，那个书房全部都是宗教的书籍。以前我很敢花钱，买了好多的书，所以我儿子念神学说：“爸爸，你念的书比我们所有的教授加起来都多，是一大堆。”想办法认了之后，我去企管系教书。气管经营，我一直觉得说我可以有办法把教育变得非常大非常大。我用企业经营，用直销，就这种是直销，教育可以变成非常大非常大。然后呢，大有什么用？1万个人里面，搞不好没有一个得救，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很大的教会很多我曾经跟很大的教会一些牧师在谈，他们承认一点，我的会友很多。每次做礼拜都要好几堂，加起来都上千人，几个得救？他们头都低下来，很抱歉，我自己都觉得说得救的不多。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特会里面，牧师按头在你祷告就倒下去？以前我们在新生教会，只要我们要开始特会要祷告的时候，都要后面要准备毯子，因为他一倒下去，第一个要准备垫子，旁边一个会有拿毯子，他一倒下去。最想不会受伤，然后用棉被把它盖着，一躺都会半个小时以上。然后呢，
我为了这个曾经很着迷耶，我觉得哎呀，恩赐头一按，嘣就倒下去，圣灵充满着他。可是等到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去回想，我们发觉到说，那个人还是没得救啊，行为还是一样啊。那天是有倒下去，真的是有哭，大概1-2天，觉得他很属灵，然后之后呢，一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要日日更新，我们为什么要每日都要更新嘛？所以相对的，哥林多前书刚才第6章到第1章第6节到第7节告诉我们什么？基督的见证已经在我们中间了，我们在等待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呐。代降节就庆祝耶稣降生嘛，降生在马槽嘛，有牧羊人在旷野里面听到耶稣讲嘛，说天上荣耀归于天上的至高真神，地上和平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嘛。我们都是听到这个故事，从主日学到现在，我们所唱的诗歌也都是一样嘛，没有错啦。我们很感动啦，所以我们以前22号，明年开始搞不好可以报佳音了，因为明年开始25号可以放假了，24号可以报佳音了。但相对的，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在等待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显现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再临了。各位亲爱兄弟，请咱会记得这样代志，主耶稣基督再临更是重要。咱传统音是安怎呢？口传、做见证更重要，而且行事为人要什么？要表现出来。你唔通安尼一支嘴咧讲传福音，行为足歹。人讲我咧去信，我若特别对你信教，敢像迄个咧，惊嘛惊死。哎呦，信教袂歹呢，你看迄个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我们没有缺少任何一样的恩赐。最重要的是什么？恩赐的赐予要叫我们永生，赐予的救恩。我们恩赐赐予什么？神美善的赐予。更重要的是什么？圣灵特别的恩赐。赐给我们恩赐，赐给我们口才，赐给我们头脑，赐给我们聪明。我很感谢主，因为小时候小儿麻痹，那个脑膜炎，所以我老爸头母都没咧讲我读册啦。只要会活就好啊，活得下去就好。所以我这几日嘛咧行过乡咧讲，人过乡考调师专呢，迄阵咧足优秀，带咱考调师专呢。我是考调百兴的，若家己人就知，百兴是伫第尾5间学校内面排上尾的，叫做百兴的。迄阵伫当个成立，拢去学臭水沟啊，无咧读，无啥咧读册。当我考调家长，当时吊桥尾考调家长的，我老爸讲真高咧，可会当考调家长的。没有人相信啊，可是我就是考上个家中啊，但是说真的成绩很差，所以我到高2的时候，心里就歹为着安尼读袂落啊，转文组。然后我考到台北大学法商学院，你不要以为我成绩很好，但是成中等啦，不能说不好啦，中等啦。当考到大学嘛算无简单嘛吼，其他嘛无考到台大，我嘛是无考到台大，我完全都羡慕大家拢考到台大。我们那时候第一系叫企业管理，所以我修2个系，第2系我本身是法律系，去修企业管理。法律系又无啥敢讲呢。所当时我惊过乡代志就开始谈乱，高二就开始乱来啊。到大4要去甲因老母讲，要去做兵惊兵变吼，看会当先订婚袂？因老母甲我讲，阮阿阳遐济人咧追吼，是搞你若做兵了，要怎带阮阿阳啊？边啊因姐夫，迄句话我直直嘛咧念互阮某听，因姐夫讲，读法律哦。以后都教公民啊，毋知有开通教公民无？迄阵头我都莫教公民尔，公民与道德，无一定会当入去教呢。听讲都要去开钱的，都要去拜托人呢。人既然读数学好，想问较济问，你去教公民也无人咧补习啊？咧补习公民，迄都无可能的代志。苏当时吼要娶某，要娶某吼，咧为着要订婚，欠几年，去甲阮弟兄们欠几年。我讲拜托你啦，无拄阮订婚先订婚一个啦，看哪都无做兵了。毋知我做兵是随结婚，做兵还佫惊向手，已经婚姻结咧，还佫拍算。这不得就是啊！所以上帝给我们各种的恩赐啊。我到当时我甲讲，我头壳开始人讲开窍啦，变较巧。第二个，第一个时阵哦，我当咧小教会，每天都在跑教会。
那时候也不太念书啊，就是全部不能说不太念书了，就是除了上课以外，全部都是在教会，心都在教会，一年要开拓一间教会。我们真的4年开拓4间教会，1年就开拓1间教会。我那时候觉得传教很容易嘞，感觉上奇怪，现在传教好像比较难。以前啊，设1间教会，然后开始附近拉会有很快，啊设一教会啊，突然到道路，突然觉得开窍。什么叫开窍？我今天把我的课本看过1次，看过2次，大概看过3次以后，大概70%、80%我都背下来。你相信不相信？我太太可以帮我作证。所以我为什么考试现在我连续已经有4张执照，人事行政、金融法务、律师、司法官，考试来的啊，我都背下来了。现在若叫我再去考，我告诉你，我头脑已经不行了。所以就那段时间啊，他告诉我，只要你认真服侍我上帝，上课认真听讲，我就赐给你智慧，像所罗门王一样，我就真的赐给上帝，真赐给我智慧。所以我一直很怀念这张经节啊，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人、牧师、有教师。为什么？为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啊！来做什么？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建立教会啊。你就其中的一份子啊！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教会啊！你是其中的一份子啊！上帝予你无共款的恩赐啊！有人足够车，好，你看咱迄个圣诞环，好，第一个车你敢知啥物人？上悬的迄个，我讲，迄阮当年的啦，迄地长老娘啦，你们看伊92岁，94啊，92啊。我无来92岁前人前讲，阮拢92岁，阮拢无变过吼。迄一切啦，你甲看，啊，下海2个是美女节啦。啊，出来我免讲，你家己去看啦。咱有才调，人车海，你有才调无？我意思就讲，上帝互咱各种的恩赐啊，拢足水的啊。那么你就甲讲啊，我因为我着车2个，因为我迄阵咧车无，我无车，啊无彩，你应该车无，我寒天加滴一顶啊。所以相对的，上帝互你恩赐，你拢毋通家己看无家己啦。上帝互你各种恩赐，最后一项，恶梦主再次的来临，这上重要。咱大港这心最重要的是恶梦主再次的来临啦。那讲恶梦是希望的火，是希望之火，我们就黑暗袂迷失啊。你有恶梦，像咱顶礼拜有讲一个囡仔，看耶稣要走，讲耶稣啊，你莫走了，你走我没安怎？你走了我们怎么办？耶稣说，等太阳下山，往后看。你有看到什么？看到希望啊！看到灯火一亮起来，就看到希望。你看到那个希望的时候，你才会发觉到说，其实上帝永远没有离开我们。三位一体的神，三一神永远没有离开我们，永远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盼望才会有力量。如果你自己没有盼望的话，你根本就完全连活下去都没有活下去的力量。唯有盼望，我们才会觉得说，我们应该为主工作。遇到挫折，我们不会遇到挫折而退休。盼望是那种遥远天边的星辰，照亮在我们前面的道路。盼望是告诉我们，盼望是那深层身体的信念，是困难中所我们所孕育的力量。最重要的，在我们点燃烛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漫长的盼望之中，我们始终在等待。期盼什么？主再临。你就说，耶稣，你不要再来了，我现在每天活得好快乐。如果你再来的话，我大概就受到凄晚灾，就会受到一些灾难。上帝，你不要再来。错。漫长的岁月里面，人生的长河，等你得救被提，上帝再来，那才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在坎城演讲，有印度有拍了一个影片，那个影片是平铺直述的。演的人是个麻风病患，这是主角啊，这是真的他演的，他本身就是麻风，我们称为汉生病了我们叫乐山疗养院有汉生病，全世界各国都一样。圣经里面也有讲说，泰戈 A 啦、麻风、泰戈 A 这些人是被社会所隔绝。各位如果看宾汉那个影片里面，他的妈妈跟他的妹妹就在山洞里面都被隔绝，为什么？哎呦，麻风好可怕哦！所以以前有规定，如果麻风病人要到
市区里面来要补给一些东西哦，要很远就喊我是毛洪放者，我是毛洪放者啊，我是泰哥呀，我泰哥呀，大家爱跟闪，怕被传染啊。结果现在我们知道说，其实不是这样传染的。现在毛洪病已经没有了，大家也不怕。就像当初开始艾滋病，哦，开始只要听到有一个艾滋病哦，大家照料料，听说那个连那个护理环里面抽血验到有艾滋病哦，那个护士死了，那规个护士房哦，没人敢去遐做护士。大家现在才知道说，艾滋病是透过某种关系，所以艾滋病不会传染。可他那个人从小，他10岁，发现他得到身体开始白白的，有地方得到毛风病，他就被送到离他家很远，经过一个远远的沙漠，印度。印度本来就有种族制度，印度本来对狼种就有歧视，他被送到那个地方，他在那边就在垃圾圈里面弄咧捡垃圾，资源回收，伫遐咧生活。伊嘛有娶某呢，当然无生囡仔。10几岁10岁向上年，到伊40几岁时阵，伊突然间咧捡物件时阵，甲伊朋友咧开讲，甲讲，我想要吼，倒来阮兜，我就想要问阮老爸，苏东时，你来甲我送去遐办杀我，为什么？你把我丢去麻风病院，你为什么抛弃我？我在孤儿院待过，吉安也一样哦，在孤儿院待过。他们小孩子最喜欢问的问题：蔡老师，我爸爸妈妈怎么都不理我？为什么把我丢在这里？大概是国小3年级以下会问3年级以上大概就不会问了。有时候更小的1、2年级，一天到晚哭，你就把他抱着。我爸爸妈妈为什么都不喜欢我了？为什么不喜欢我？为什么把我丢在这里？我说丢在这里好啊，可以跟老师在一起啊。我不喜欢了，我不喜欢。哪有喜欢的？然后他觉得说，那我要寻根，我要去找我的家乡，我要寻根，最起码我要看到我的家人。也许我的生命，然后变成的生命都很短，都40、50岁而已。我最在生命结束之前，我要看到我的家人。可是他又遇到一个问题，公共汽车一看到他他这个不必检验他，看到他的脸都知道他是麻风病人。虽然经过30年，大家也知道说麻风病不是传染病了，可是人家还是会怕嘛。所以公共汽车不载他，人就跟他讲，车不可能载你啦，火车也不会载你啦。你要经过那个沙漠，你要找到领导是你都是姓呢。他只知道模模糊糊知道他家住哪里。印度很大，埃及啦，埃及不是印度，埃及很大。各位有空的话 ，YouTube 你们去看一下，埃及很大。然后之后想一想，他们就建议他坐骑驴子，骑驴啊。坐一个车子，就关伊的驴啊，安尼就无问题嘛。伊要困的物件拢载伊的驴啊走。然后在半途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子也是个孤儿，他从小教他一些技艺，那个小孩子就跑来，很温馨的电影，就陪着他寻根之旅了。当然我不讲细节，我只讲说他在中间，他曾经要上火车看到他不载他，然后他跟那个小孩子偷偷的爬到火车上面。印度很多嘛，坐在火车上面，埃及很少，和他们2个就爬到火车上面去，坐在火车上面。这样的话，大家接受。然后他自己骑着驴过了一站又一站，走了好几天呢。他接触了很多人，那时候民主已经比较开了，埃及很多人还是可以接受麻风病患，知道不会传染。那很多人也给他很多的帮助，在那个过程之中，各位可以看到，他的盼望是什么？盼望有一天我可以回到家乡，盼望有一天我见到我的爸爸妈妈，盼望有一天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讲，为什么抛弃我？为什么抛弃我？他赶着驴一步经过一步，结果他到他的家乡之后，他真的见到他的爸爸。各位如果看到那一幕，他看到他的爸爸，他爸爸看到他，当然那么久大概认不太出来，我就是谁呀？爸爸，我就是谁？
爸爸看到他做了一个动作，当时很少人做的，抱着他。抱毛风病患不简单呢，因为他整个脸，有的手不见了，有的鼻子不见了，毛病患到很多人都鼻子不见，他爸爸抱着他，然后松开，他就松开以后，两个一直哭，他就问他爸爸：“爸爸，你为什么抛弃我？10岁，你为什么抛弃我？”其实这也不必问，那个时代一定是要隔离的。他静静的，他的爸爸静静看着他。很多人看到那一幕，不晓得怎么去解答，他的爸爸也没有给他答案。他爸爸就静静看着他，回来就好。然后村庄容不下他，因为他是毛风病患。毛风病患通常都会到那个全人群就这弄去那个台北桥卡、台北桥下，在那边，他到一个桥下里面站在那边，就在那边住。结果太阳升上来的时候，就他的朋友里面是个基督徒，他就跟他讲，这些人告诉他说，当审判的日子来到，我们都会被平等对待。你在世上日子很短，你要期盼那个审判来到，我们都会被平等的对待。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我们在这里期待主的降临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什么？要有信心，要有行为。因为在审判的日子到来的时候，在天堂，没有谁比较行，谁比较不行，没有谁是残疾的。审判的日子来到，纵然你是麻风病患，也是一样是不朽的身体。最后，我们用盼望的心来迎接主的降临。我们希望审判日子来临的时候，我们都被平等对待。更重要的，一个都不能少。亲爱的中兴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那我们期盼主再来的时候，能够知道主很公平的对待我们，赐给我们富足，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有口才，让我们有知识，我们可以将你的福音传扬到我们的周遭，到我们的亲友，到全世界。虽然我们没有勇气，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去做，那个人就主所拣选的，主必成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是咱要来应答上帝的话，咱要做伙来唱圣诗第41首，请来，请来，伊玛内利，咱唱第1节甲第2节就好。请起立。请坐，这是咱备办心来奉献。
来吟奉献的诗。来吟上吟390首，乌老天父万福本源。吟时线，咱请蔡长老来祝祷。在主在临的时候，得到主的恩典赐福，让你们富足有口才之士。愿主要所记的稳定，今日三角地底，圣神的同在，引传你行每一个脚步。上帝听管啊，伫恁的心上，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即摆咱来简单的报告吼。今仔日礼拜煞要召开12月份的中职会，请中职老部，然后12月14号YMCA 咱要举行那个美会姐妹的那个洗礼吼，所以请咱准备心。然后 YMCA 合唱团12月12号有演唱会，免费入场，欢迎去聆听。然后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那个我们要编辑2026年的定期合会手册，好，所以请各部门各团契在12月28日之前把资料送到玉文姐妹的信箱。然后2026年手抄圣经充满我的会友，如果有意愿的，请在今天之前向敏丽姐来登记。以上，咱请叶长老吗？叶长老来帮我们解释。现在这平安。上个礼拜咱读到迄个以斯拉第6章嘛，第6章就是所罗巴伯带这以色列人回来，带因回来重建圣殿。重建圣殿其实无遐紧啦，其实大概建了20-30年以后，才把它建好。因为有些人会去阻挡啦，叫伊袂使起啦，因为那个地方已经变成很多不是以色列人。很多被亚述巴比伦灭亡的那一些人，把他带到那边来，所以他们不希望他们把那个圣殿建起来。但是古列王已经下诏了，古列就是塞鲁士了塞鲁士王已经下诏了有人反对虽然反对了，但是最后还是有把它建成。建完以后，我们知道只有圣殿建完没有什么用你还要有人礼拜，还要有有人讲这个神的话语，所以要把神的那个律例、典章、制度这些全部都讲
所以全部讲的时候就派了以斯拉回来。以斯拉是一个文士，他已经对这个圣经旧约圣经非常熟，他也在王宫里面工作，所以那个王呢，亚达西斯王就派他带领叫他带回来的时候，把这个那一些法律典章呢教导以色列人，叫他们遵守。这个其实一定要王非常赏赐这一个人，知道这个人可以信得过了。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总共走了几个月呢？走了4个月了。从巴比伦那边走回来，走了4个月。4个月以后才开始在那边讲解。讲解的时候，我们刚要回来的时候，差了什么？差了利未人。说有祭司啦，但是少了利未人啦。利未人没有怎么办？再去找利未人回来，因为利未人要圣殿里面这一些仪式、这一些工作都要利未人，还有提灵人呢，就是在帮忙利未人工作的这些人，所以找这些人一起回来的时候才开始讲。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禁食祷告嘛，回来禁食，所以他一看到那个以斯拉回来的时候，一看到说，怎么会变成这个以色列变成这样？所以他说他痛哭了。痛哭后来呢？后来就开始教导的时候，教导那一天呢，下大雨了，那人民哭的声音跟欢喜的声音说混在一起了。还有那一些利未人有些人吹那个喇叭拔了吹拔那个就是弹琴弹瑟，咱台语讲弹琴弹瑟，在那边赞美神的时候，说赞美的声音跟哭的声音，跟下大雨的声音全部都混在一起了。混在一起到最后我们知道，到最后第10章的时候，就讲到他们有一些娶了那个异族的人娶了他们，就说要请他们把那一些人都咱台语讲给离出去了都给离出去的其实我们看起来经过那么多年的时候，其实那个人数不多了。算一算你一个人这样哪一个人他家有哪一个人娶了那个外族的人，其实加起来没有多少人。我看不到100人因为我刚好把那以斯拉抄完了抄完，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个整个这个归回的这个过程，圣殿建完以后，又把神的律法还有圣殿的那个崇拜，整个都建立了建立了以后，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被掳，其实有一个好处啦。我上一次有讲过，他把游牧民族还有农业的这种。原来以色列人是这样嘛，游牧跟农业而已嘛，现在改成什么？全部都商业，全部商业。所以以后从那个巴比伦之囚以后以色列人就变成非常会做生意的一个民族了第二个，他们就把什么？就把那个偶像全部去除掉。以前他虽然从迦南地进到迦南地以后，还很多人崇拜偶像因为迦南地那边本来就很多人拜偶像，他们从埃及带回来的也有很多偶像这一次呢，又去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这一次整个就把它练净了练净了，就以后就没有那些拜偶像的事情，就变成非常少还有那个他们独尊那个耶和华神这个是以斯拉的一个功劳了，以斯拉一个功劳。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到亚达西斯王中间有大流士那个时候大流士咱台语是讲大利乌王了，大利乌王了那个我们现在历史课本都讲大流士的时候，他是把那个圣殿建好，中间还有一个阿哈随罗王、亚哈水鲁王了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你读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以斯帖。以斯帖的时候，这个是亚哈水鲁王，最后在亚达西斯王。亚达西斯王的时候，就把那个整个律这些都把它法律这些诫命都教导完了整个这个以色列人就重新又回到原来那个单纯的那个形象了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们其实大部分都留在巴比伦，大部分都留在巴比伦，回来的总共才多少？回来不到5万人。第一次好像4万多人，第二次好像只有几千人。以斯拉回来只有几千人，大部分都留在巴比伦，因为他们在巴比伦赚了非常多的钱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有奴隶我一看他不是去当奴隶的，怎么会变成他有奴隶？还有他有奴仆、婢女，很多都带回来可见他们在那边赚了非常多的钱这个是神的恩典
重要的就是他们把圣殿建好，又把圣殿所有的这些以前所罗门所规定的、大卫所规定的这一些仪式，都把它重新就把它弄好了。哦，这个是我们知道，也许有刚开始被掳的时候会非常难过了，神的子民怎么会被抓？但是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是非常高兴的哈。所以诗篇122篇讲说，那个带着禾捆出去的哈，现在欢欢喜喜的收割回来了。这个诗篇122篇的时候，就在描述这一段哈。这个是我以上分享的，谢谢。谢谢叶长老的帮我们的那个导读。先让我们咱别斗，然后来闭会。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静默在你的面前祷告的时候，请你们倾听我们祷告。我们看到丽香姐的妈妈已经归主名下，何等的喜悦！我们看到贝如姐的手术，求你照顾她的眼睛，永远得到康复。我们看到若执事良在我们中间一起参与礼拜，何等美好的事情！我们在这里特别为彩云姐祷告，求主你照顾她，让她有精英的精神。求主你照顾她身心灵早日苏醒，在主你的面前跟我们一同崇拜。我们教会中还有很多身心灵健安的，求主你照顾他们。当我们踏出这个教会，是我们行动的开始，期盼主你的再临，让主耶稣的恩典慈爱伴随着我们，直到永永远远。阿们。